經濟不景氣，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。不過亦都有人認為，只要維持到基本嘅生活咧，荷包少啲進帳咧，未必唔好嘅。話唔定咧，仲可以享受一下一啲自己一直都忽略咗嘅樂趣添。依家梁慧珊同一個樂隊嘅表演者。樂隊表演者 Alice 花咗唔少心思去籌備一個社交場合嘅表演，但係最近因為搞手嘅生意不景而告吹。目前佢專注於做週末嘅表演，星期一至五好多時都留喺屋企。漸漸佢發覺唔使趕住返工嘅日子，原來係咁寫意。就翻到嚟咧，我就係講，快啲換衫啊，我化妝啊，咁就去做嘢。咁啊根本就冇時間係話可以煮一餐啊，同阿姑姐一齊兩個人食啊咁。好幾年都冇入廚嘅 Alice， 近來多咗機會表演佢嘅廚藝。呢一日佢就煮洋葱魚片。有一個時期，幾乎咧我啲嘢擺喺邊咧，我都唔記得咗，即係我廚房用具啊，揾個鑊鏟，我擺邊一個櫃桶啊咁。Alice 嘅姑姐最近被驗出患有癌症，佢仲可以把握呢一段時間陪伴姑姐左右。點啊？今晚中意食啲咩？想食啲咩嘢？你煮乜嘢我就食乜嘢咯。Alice 由16歲開始佢嘅表演生涯，經驗豐富，所以佢冇因為工作機會減少咗而影響自信心。佢都勉勵其他人唔好灰心。呢幾十年以來咧，亦都經歷過好多，即係好似搭過山車咁啊。Alice 仲多咗時間做運動添，雖然少咗收入，不過就換返錢都買唔到嘅健康同埋親情。究竟係得定係失，見仁見智。26台記者梁慧珊報道。保持心態都好緊要。係啊，無論得與失都好啦，聖誕節嘅一定要過。係啦，咁咧嚟自北卡羅來納州嘅聖誕樹到咗白宮。